大甲媽拜五要繞境，有6位出名的畫家為媽祖送予鎮瀾宮。由台灣6個出名的藝術家做伙創作的媽祖主題畫作，每一幅的作品攏用無同款的方式表現出媽祖慈悲的意象。除了老日的公開以外，嘛要送予大家鎮瀾宮來典藏。他的慈悲心，那種母愛、母儀天下的心，把它散發出來，用畫去代表、去表現。這不是咱大人在看，全世界攏在看。這擺腳婦畫作藝術家有幾位攏捌參加過拜年鎮瀾宮的整修工程，在呢卡手之下表現出古典結合現代藝術風格。希望講會當替伊保留更較濟迄種創作面貌，會當講延續咱的文化生命，在咱台灣這片土地。為畫作教育因，唔但好媽祖的信仰以多元的形式傳承，嘛好鎮瀾宮繼續書寫文化的新篇章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